来是嘉义市，每一年大约有200万人次的观光人潮，但是嘉义火车头并无电扶梯，旅客都要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楼顶楼骹安尼走。虽然有升降梯，但是若是人伤多，也则是拄着故障，就无法度使用。交通局是来回应讲，这个铁路7年后就要高架化，到时阵就会设电扶梯。但是议员来痛骂，讲都要搁等7年，是叫民众安怎等会落去呢？换行李爬楼梯，不管是要起哩也是落来，这个所在是嘉义市火车站，因为这无电扶梯。我台起落，敢若靠这双脚爬楼梯，换行李搁愈忝。因为行李有点重，然后他一个人拿了2个大行李上来。很多欧吉桑、欧巴桑啊，其实他们拿的任何一个大包小包，都已经是提不上劲的。民众游客拢怨声连连，估计是车站内有升降电梯。只不过这电梯只有一台，人多才发生故障，赶快是爱爬楼梯。只是这个车站为什么无装设电扶梯呢？空间本身就不够大，你要留大以后，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做设置。因为空间本身就无够大，只会当等到7档了后，铁路高架化，才搁装电扶梯，这嘛有议员痛骂，民众要安怎等会落去？希望台铁局会当有变通的方式，让坐火车的民众利便搁省力。